大家好啦，我叫波諾啦。今日係想同大家分享少少嘅轉變嘅。當我開始做自己嗰陣時，點樣慢慢吸引一班志同道合嘅人入到我生命入邊嘅。以前我係唔係好敢講自己係有做瑜伽嘅。因為香港大部分做瑜伽嘅都係女仔嚟嘅。一個男仔話自己日日朝頭早去做瑜伽。老實講，聽落去都有啲格格不入。但係嗰陣時開始，我做瑜伽嗰陣時，我係唔會好主動同人講，我係練緊瑜伽嘅。但係我慢慢發覺，我愛上咗瑜伽帶俾我嗰個感覺，無論喺身體上嘅察覺，定係心靈上嘅平靜，甚至乎上完堂之後喺大休息。我會發覺喺我生意上有啲 idea 湧現，會啟發咗好多我嘅靈感。我開始好自然咁樣講出，我做運動係做瑜伽嘅，我冇再怕奇怪，被人奇怪啦，或者被人俾標籤嘅。反而我覺得呢個好自然嘅坦誠，係俾我遇到一班同樣注重身心健康嘅人。有人好好奇咁想了解啦，有人會主動揾我傾偈。原來當我願意做自己嗰陣時，我就為身邊嘅人打開咗一個可以真誠交流嘅空間。另一個例子就係我喺道會上嘅生意，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行緊快餐、飽肚、方便嘅路線，但我自己越做越覺得真正需要嘅係一種更健康嘅選擇，所以我開始開發啲低碳健康嘅椰菜花飯系列啦。講真，唔少人一開始都唔係好睇好嘅，有人笑住同我講：邊有人為咗健康食飯盒㗎？咁其實我內心都覺得市面上都唔係即刻好認同我呢個嘅選擇嘅。但我相信呢件事係有價值嘅。結果第一個揾我合作嘅係一間注重健康管理嘅診所。佢哋話我揾咗好耐，都揾唔到有一間適合自己合作嘅健康道會供應商。所以由嗰一開始，我就一步一步咁行緊屬於自己嘅路。一路行，一路遇到好多注重健康、重視生活質素嘅人，所以當我開始做自己嗰陣時，當我開始選擇忠於自己內心嗰陣時，我唔止揾到個自己，仲吸引咗一班志同道合嘅人。做自己未必一開始嗰陣時咧就會俾人明白啦，但係只要你願意相信，你會發現真正屬於你嘅人一直喺你做自己路上等緊你。多謝大家。